各位弟兄姊妹，主內平安。今日係2025年10月3號，又到咗我哋周五靈修分享嘅時間。今日嘅分享有陳日希姊妹錄音，亦都係陳日希姊妹。今日分享嘅主題係水深之處，經文出自於路加福音5章1至11節。耶穌站在革尼撒勒湖邊，眾人擁擠他，要聽神的道。他見有2隻船靠在湖邊，打魚的人卻離開船，洗網去了。有一隻船是西門的，耶穌就上去，請他把船撐開，稍微離岸，就坐下，在船上教導眾人。他講完了，對西門說：把船開到水深的地方下網打魚。西門說：老師，我們整夜勞累，並沒有打着什麼，但依從你的話，我就下網。他們下了網，圈住許多魚，網險些裂開，就招手叫另一隻船上的同伴來幫忙。他們就來，把魚裝滿了2隻船，船甚至要沉下去。西門彼得看見，就俯伏在耶穌膝前說：主啊，離開我，我是個罪人。他和一切跟他一起的人，對打到了這一網的魚都很驚訝。他的夥伴西比泰的兒子雅各、約翰也是這樣。耶穌對西門說：不要怕，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。他們把2隻船靠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，跟從了耶穌。喺耶穌講完道之後，佢吩咐彼得將船開到水深之處撒網捕魚。對彼得嚟講，佢整晚勞碌，一啲都冇收穫。作為一位經驗豐富嘅漁夫，佢知道呢個時候都唔可能有魚㗎喇。但係耶穌要佢喺呢個時候再次撒網喎，呢個無疑係對彼得嘅經驗、知識同埋專業嘅挑戰。但係彼得嘅回應卻令人好動容。佢話：但依從你嘅話，我就下網。正因為呢一份嘅信服，佢經驗到上帝嘅豐盛。哇！啲魚多到幾乎令隻船沉沒啦，甚至需要另一隻船嚟幫忙。呢個就係上帝嘅揀選，往往突破我哋嘅認知嘅框架，挑戰我哋嘅習慣同埋邏輯。彼得所經歷到唔單止係物質上面嘅豐收，更係靈性上面嘅震撼。佢並沒有停留喺哇，真係好啦，我遇見一個能夠帶畀我財富嘅人呢一個層面上面，而係深刻地見到自己內心嘅黑暗同埋罪性。佢話：主啊，離開我，我係個罪人。呢個係一個真正得救嘅人會有嘅反應。謙卑嘅內省，承認自己嘅軟弱同埋不足。耶穌跟住對彼得講：你要得人如得魚。呢個係耶穌對彼得嘅命定。彼得嘅身份從此唔再係漁夫，而係要成為見證上帝嘅人。弟兄姊妹，我哋亦都可能好似彼得咁樣，俾上帝挑戰我哋嘅生活方式同埋價值觀。佢唔係要我哋停留喺安逸舒適嘅狀態，而係要我哋擴闊眼界，進入佢為我哋預備嘅豐盛。我哋唔能夠限制上帝嘅作為，反而要讓佢擴張我哋嘅生命。佢咁樣做係因為佢好愛我哋，佢要我哋得着2艘漁船嘅祝福。主耶穌呼召彼得之後，並冇停止對佢栽培同埋磨練。彼得嘅一生充滿住高低起伏，從開到水深之處，到水面上行走，再到3次唔認主，呢啲都係佢生命裏面嘅蛻變嘅過程。神創造人嘅工作
並唔係喺創世記創造咗亞當夏娃就完結，亦都唔係我哋決志信主嗰一日重新得救就結束㗎。佢嘅創造係一生之久嘅歷程，係我哋學像耶穌基督嘅旅程。每一次嘅經歷都係佢畀我哋成長嘅機會，讓我哋喺成聖嘅道路上面更像佢。因着主嘅揀選，彼得唔再係漁夫，摩西唔再係皇宮裏面嘅王子，亞伯拉罕亦都唔再只係吾爾嘅亞伯蘭。神嘅呼召總係帶嚟改變，不僅讓我哋認識佢，更讓我哋進入佢嘅豐盛。但係呢條路，我哋係要與主同行嘅，而唔係停留喺我哋自己嘅安舒區裏邊。當我哋被上帝修剪嘅時候，過程往往都係好唔容易嘅，我哋會感到好驚、焦慮。彼得喺水面行走嘅時候，亦都曾經好驚。聖經裏面無數嘅人物喺面對呼召同埋改變嘅時候，都曾經面對恐懼，但係佢哋選擇跨出第一步，佢哋願意整濕自己對腳，修正價值觀，擴張生命嘅範圍，唔再係被舊有嘅習慣所限制，而係活出真正嘅信靠，戰勝恐懼。我認識一位姊妹，佢係輔導員嚟嘅，佢成日對客人咁樣講：如果你喺治療嘅過程裏面唔願意作出改變，其實你係唔需要治療㗎。同樣地，我哋唔願意被神改造嘅時候，我哋都要問下自己，我哋係咪真正願意成為基督徒呢？對我自己嚟講，我都曾經沉浸喺自己嘅安舒區裏邊。多年來，我喺崇拜裏面擔任領詩，參與敬拜隊，呢啲都係我最熟悉、最有信心嘅侍奉崗位。但係神對我講：你要勇敢走出去。既然我願意被佢差遣，我就放心，俾佢帶領我走入呢一個為我預備嘅侍奉道路當中。於是喺呢一年，我擔任咗聖樂委員會嘅主席。喺呢9個月裏邊，我學習同團隊配搭、溝通、彼此包容。即使面對唔同嘅意見，我都願意學習聆聽，努力喺基督裏面達至合一。我深深體會到，同弟兄姊妹一同喺侍奉裏面成長，係何等嘅美麗。摩擦在所難免，但神要我哋活出佢嘅樣式，彼此和好，一同經歷佢嘅工作。弟兄姊妹，你願唔願意走出安舒區，讓神更新你、改造你呢？讓我哋一同見證佢嘅作為，一同經歷嗰個超乎所求所想嘅祝福啦！弟兄姊妹，讓我哋一齊祈禱啊！親愛嘅主耶穌，感謝你揀選咗我哋，讓我哋有呢個福分同你同行。求主賜予我哋一顆勇敢嘅心，走出安舒區，被你更新，被你改造，以致我哋能夠成為更像你嘅僕人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讓我哋一同去聆聽一首嘅詩歌，超過言語能述說。I see